大家好，我係蘇瑩，係 NIHR 資助謝菲爾德大學讀博士。為咗令華人華僑嘅聲音可以喺英國嘅健康研究同臨床試驗入面更受重視，我而家誠邀喺英國生活嘅成年華人華僑同我做1對1嘅訪談，可以網上傾，亦可以喺大學嘅會議室見面。訪談大概要45到60分鐘，我想聽下你對臨床試驗招募方式嘅睇法、擔心同建議。你分享嘅所有內容都會嚴格保密，唔需要任何專業知識，亦冇啱與錯。我只係想聽你嘅經驗同意見。請用屏幕上的電話號碼、郵箱或者掃描二維碼聯絡我。多謝。